大家好啊，我係鄭醫師，歡迎嚟到我哋嘅中醫藥世界啦。我哋呢個頻道就會介紹唔同嘅中藥功效、藥膳、食療及副作用等等。訂閱咗我哋咧，就可以最快知道所有中藥嘅功效啦。另外講解中藥之前，賣少少廣告啊。咁如果喺香港準備想裝修又唔想爛尾或者中伏咧，可以揾 Easy House 噶。佢哋過往完成超過4000個裝修，可以去佢哋網站睇睇，案例拍晒片、拍晒 VR。我屋企咧都係經佢哋完成噶，資料欄放咗佢哋嘅連結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種常見又常用嘅草藥薄荷。薄荷氣味清新，喺生活中用途廣泛，無論係入藥、調味定係製作飲品都好常見噶。但係對於佢個藥用知識，可能好多人都唔係好了解。今日就詳細講講薄荷嘅品種來源、性味歸經、功效主治，推薦4個藥膳、食療及煮法，最後講講副作用同埋不適宜食用嘅人群。首先講薄荷嘅品種來源。薄荷係唇形科薄荷屬嘅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佢嘅學名係 Mentha Haplocalix Sprague， 同埋薄荷菜啦、苔啦、梧苔啦、藍薄荷啦、貓兒薄荷等別名。薄荷嘅起源地講法唔一，多數認為原產於歐洲、亞洲溫帶地區，如今喺全球溫帶至亞熱帶地區都有廣泛種植。喺我國薄荷嘅栽培歷史悠久，分佈範圍亦都好廣，主要產於江蘇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四川、雲南等地，其中江蘇太倉、浙江杭州嘅薄荷最為有名，品質優良。薄荷中意溫暖濕潤、陽光充足嘅環境，耐寒性較強，對土壤要求唔高，但以疏鬆肥沃、排水良好嘅沙質土壤為佳。薄荷株高30到60厘米，徑直立，四棱形，有分枝，表面有油毛，葉子呈卵形或者長圓形，邊緣有鋸齒，葉面綠色，葉背淡綠色，有線點，花為淡紫色或者白色，輪散花序野生，花期喺7到9月，果實為小堅果，呈卵球形褐色，果期喺10月。薄荷嘅全草都可以藥用，咁一般呢喺花期採收曬乾或者鮮用。薄荷嘅藥用歷史都十分悠久，喺我國古代醫書中早有記載。《神農本草經》中提到薄荷主冊風傷寒、發汗、惡氣心腹脹滿。《靈醫別錄》記載其主下氣、除冊風、發汗、主則服之，亦都堪生食。本草綱目則詳細描述咗薄荷嘅功效，稱其利咽喉、口齒諸病、治怠、瘡痍風少引疹。嚟跟住落嚟講薄荷嘅性味歸經。薄荷味辛性涼，歸肺肝經，辛味能發散行氣活血，涼性能清熱。歸肺經講明佢對肺部同埋呼吸道相關病症有作用，入肝經體現出對肝經相關病症嘅調理效果。呢一種性味歸經特點，令到薄荷喺解表散熱、疏肝行氣等方面功效顯著。辛涼之性，俾佢既能發散表邪，又唔會好似辛溫藥物咁過於溫燥，適合治療風熱感冒等病症。歸肺經使其能清利頭目、利咽，而入肝經則能疏肝解鬱，緩解肝氣唔舒所致嘅症狀。薄荷嘅功效主要有疏散風熱啊、清利頭目、利咽透疹啊、疏肝行氣啦。先講疏散風熱，薄荷辛涼，能疏散風熱之邪。對於風熱感冒出現發熱、微惡風寒、頭痛、咳嗽、咽喉疼痛等症狀，有好好嘅治療作用。再講清利頭目，薄荷能疏散上焦風熱、清頭目、利咽喉。對於風熱上攻所致嘅頭痛、目赤、咽喉腫痛等症狀效果明顯。然後講利咽透疹，薄荷能疏散風熱、透疹止痕。對於麻疹初起、透發不暢以及風疹疏行等症狀有一定嘅緩解作用。最後講疏肝行氣，薄荷入肝經能疏肝解鬱、行氣止痛。對於肝氣鬱結所致嘅胸脅脹滿、抑鬱不樂、月經不調等症狀有調理作用。講完功效，再講薄荷嘅主治病症。薄荷主要主治風熱感冒、風溫初起、頭痛、目赤、喉鼻口瘡、風疹、麻疹、胸脅脹滿等。治療風熱感冒或者風溫初起，常同金銀花、連翹、牛蒡子等配伍。對於頭痛目赤，可同菊花、桑葉、荊芥等同用。治療咽喉腫痛，常同桔梗、甘草、牛蒡子等配伍。針對麻疹密透、風疹稍肯，可與禪退、牛蒡子、荊芥等一同使用。對於肝氣鬱結所致嘅胸脅脹悶，常同柴胡、白首、當歸等配伍。薄荷唔單止藥用價值高，仲能夠製作成多種藥膳食療。下邊介紹4個簡單易做嘅食療方及其煮法。第一個係薄荷粥，材料有薄荷5克、
大米100克，冰糖適量。做法係將大米淘洗乾淨，放入鍋中，加適量清水，大火燒開之後，轉小火煮至米粥濃稠。將薄荷洗淨，放入鍋中，再煮3到5分鐘，加入冰糖調味即可。呢款粥有疏散風熱、清利頭目嘅功效，適合風熱感冒初期、頭痛目赤嘅人食用。第二個呢係薄荷檸檬水，材料包括新鮮薄荷葉5到6片，檸檬1個，蜂蜜適量。先將薄荷葉洗淨，檸檬洗淨切片，將薄荷葉同埋檸檬片放入杯中，加入適量溫水，浸泡5到10分鐘，加入蜂蜜調味即可。此飲品有清熱解暑、生津止渴嘅功效，適合夏季飲用，能夠緩解暑熱引起嘅口乾舌燥。第三個係薄荷冬瓜湯，材料有薄荷10克、冬瓜200克、蔥花鹽少少。做法係將冬瓜去皮洗淨，切成小塊；薄荷洗淨，鍋中加適量清水，燒開之後放入冬瓜塊，煮至冬瓜熟爛，加入薄荷，再煮2分鐘，撒上蔥花，加鹽調味即可。呢道湯有清熱利濕、解暑嘅功效，適合夏季食用，能夠緩解暑濕所致嘅食慾不振、腹脹等。第四個係薄荷炒雞蛋。材料包括新鮮薄荷30克、雞蛋3個、鹽、食用油少少。將薄荷洗淨切碎，雞蛋打入碗中，加入鹽攪拌均勻，再放入薄荷碎撈勻。鍋中加油燒熱，倒入蛋液，炒熟即可。呢一道菜有疏散風熱、滋陰潤燥嘅功效，適合風熱感冒、咽喉不適嘅人食用。雖然薄荷好處多，但係亦都有副作用同埋唔適宜食用嘅人群。薄荷性涼且有較強嘅發散作用，過量食用可能會耗氣傷陰，導致身體虛弱、乏力、口乾等症狀。此外，薄荷對胃腸道有一定嘅刺激作用，過量食用可能會引起腹痛、腹瀉等不適。唔適宜食用薄荷嘅人群主要有以下幾類：脾胃虛寒嘅人，因為薄荷性涼，食用後可能會加重脾胃虛寒嘅症狀，出現腹痛、腹瀉等。體虛多汗嘅人，薄荷嘅發散作用會導致出汗更多，加重體虛症狀。孕婦要謹慎食用，薄荷有一定嘅刺激性，可能會對胎兒產生不良影響，最好諮詢醫生後再食用。哺乳期婦女都應慎用啦。咁薄荷咧可能會通過乳汁咧影響 BB 咯。好啦，今日關於薄荷嘅介紹就到呢度。薄荷藥用同食用價值都好高，但係食用嗰陣係要注意適量，特殊人群更加要謹慎。希望大家對薄荷有更全面嘅認識。多謝大家收睇。